Hello， 大家好，我是范卡。大家好，我是白沙照主唱，我叫于迈克。收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是去年的事情，然后当时当然是很高兴能够再次跟时光代理人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 IP 合作。那么紧接着我们就得到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指示，比如说我们要把这首歌做得非常的悬疑，这是我们拿到的第一个词。对，然后当时我们还在讨论怎么去做成那种感觉的时候，对方来了第二条指示，我们想要一个门铃声。对，那个门铃声老找了。然后所以我们这首歌具体怎么开始的，我们是从找门铃开始的。对，我们当时在找嘛，因为门铃有很多种嘛，那种很老式的那种，就是摁键，然后只有摁的时候才会响的那种呲呲那种感觉的那种门铃声，然后还有后面那种叮咚。对，然后后来跟郝林导演听了几个这个 sample 之后，郝林导演说能不能让它稍微的阴间一点？对。然后我想的是，悬疑阴间可以，那我们还是自己捏吧。是的。对，我们自己捏了一下。对，所以我们最后其实就是想让大家就是重新找回一下当年那种心脏骤停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跟 Michael 其实我们在做音乐上面我们其实挺像的。对，我们其实在就是整个的工作流程上面还是比较像的。我们当时记着第一个段落，我们先把那个前奏先做了，前奏是嘉林先弹了一个吉他的一个那个一个 riff， 一个小的一个旋律，然后这个旋律就相当于奠定了一个重复型的这么一个 loop， 然后紧接着就进主歌，然后主歌说，我们要让这个气氛要把这个气氛围做出来，所以当时就说，那干脆换个乐器吧，然后说用木吉他试一下，然后当时正好我家里有把木吉他，我在那弹。真的就是在他家，当时就是一下，我就跟着他那木吉他，然后直接我就在他家的沙发上面，把那个第一个 verse 写出来了。简单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反差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用一个非常温馨、平和、爱与和平的这样一个氛围，做出了一个很阴间的歌曲，所以还挺特别的。其实，对，没错。风格上面，其实第一部是Overthink， 它是一个就是比较纯粹的说唱歌曲，它可能还是一个以 hip hop 或者说这种 urban R&B 的状态为基底的东西。但这一次，我觉得我们算是有说唱，也有一些流行摇滚各种东西叠在一起，包括我们中间用了一些非常电子的乐器，依托于我们这位制作人朋友 William 给了我们很多不同的这种音色上的音效上的设计。然后我们就是在这首歌，我会觉得第二部的这一个空间感，它的这种场景感，会做得更加的宽阔一些，是感觉像是有篇章的那种音乐。对，没错，它的场景感就是做出来，至少我觉得我自己，包括我觉得 Michael， 我相信 Michael 也是，我们其实挺满意的。这个是它的氛围的这种塑造。他没有对这是歌词的内容提出太多具体的这种就明确的用词，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他其实有悬疑这个要求。然后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俩其实挺早就有 The Tide 这么一个词眼在这里，我们想用这个文眼去做这个后面的所有的东西，是围绕这个东西来衍生的。其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其实歌曲里面是没有这两个词的。对，我们是没有 The Tides 浪潮这个词，但是都能感受得到。对，这就是我们想通过歌词，包括刚才也提到，像音乐上面、制作上面，我们去制造这一种洪流、这种浪潮的感觉。对，这是我们在写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还蛮第一时间达到的一个共识的。我就感觉这像是一个，真的就像是一个被困在局里的那种。试图去找到真相，但你发现你要先接受黑暗，是的，对，然后你才能去往前走。こんにちは。今回、時効代理人2期エンディングを監督制作しました門脇康平です。過去を改変すること、そしてその罪をテーマに、制作したいなと考えまして、タイムマシンで過去へ行こうとする科学者と、その屋敷へ潜入するという風な物語に、しました。タイムマシンや、屋敷の外装や内装、中に散りばめられている
モチーフの一つ一つまで、一からデザインする必要があったので、そこが、一番大変だったところでもありますし、一番楽しかった部分でもありました。时光代理人2第2季即将上线，请大家一定要一键追番，多多支持。那到时候就可以听到我们一起合作的几首歌曲。なので、2期が、放送決定されること、と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し、自分がそのエンディングを作らせていただけるということを、大変光栄に思っております。何度見ても楽しんでいただけるように、細かく作り込んでありますので、繰り返しエンディングも見ていただけたら嬉しいです。